好，第二節嘅老懶周記播出嘅日期應該係10月11、2、3號啦，我唔能知啦，屌你哋俾你得閒就 upload 上去啦。咁啊，第二節我而家嘅現場仍然係我最中意去過咁多個佔領嘅地方之間嘅旺角。咁我就唔從意識形態嗰度評論。嗱，未落過旺角嘅市民咧，就硬係覺得旺角好撚兇險。OK，咁我亦都唔排除咧，佢本身的確係有潛在嘅兇險嘅嚇。咁但係我咧就獨愛旺角嘅咁多個地方之中，嗱金鐘我中意去咧，就係我就有自知之明，就唔關偉大嘅爭取民主嘅人士，係我有自己自知之明。我覺得我忍唔住喺下面屌，咁啊無謂啦，破大事係嘛，壞大事咁啊唔好啦。咁啊銅鑼灣晨光門口我更加唔會去咧，因為曾經我話如果有佔中嘅話咧，我就會喺銅鑼灣晨光門口打飛機打到出夜為止。咁啊當然啦，其實佢好明顯呢個唔係佔中啦，佔中係從來冇舉行過啦。縱然呢個偉大嘅戴耀廷喺9月27號晚、9月28號嘅凌晨宣布即時嗰個叫做咩啊？叫做佢話佢嘅用字係用咩啊？啟動佔中。OK， 由金鐘開始都好，我當佢嗰個係咁，佢都係佔金鐘啫。嚟到佔領中環啊，佔領中環原本個劇本係點咧？係10月1號。咁啊，佔中三子同埋一班咧好撚偉大嘅起碼10死士先啦。咁啊有兩個就真係死撚咗，一個叫做蔡東豪，另一個叫做乜撚嘢啊？徐少華啊，仲起碼仲有8個。咁啊同埋另外一班好撚偉大嘅人咧，咁啊去坐喺度，然後10月2號晚、10月3號俾人搬埋劇本係咁寫嘅。OK， 所以陳主教琴日話咧，學聯咧騎劫佔中咧係非常之唔恰當，因為咧。其實佔中係未開始過㗎嘛，咁如果亦都冇人阻住佢㗎。其實而家你佔中偉大嘅佔中三子亦都可以夥同我一班爭取民主咗30年，哇好撚堅定嘅人，我走去遮打度再執一劑咯，做翻佢哋個劇本都得㗎，我都會支援佢哋㗎，各種唔同嘅爭取運動我哋都支持㗎。咁但係如果話學聯騎劫呢個運動咧，就實在太過不智啦。咁講嚟講去，大家都明咩意思咧？如果唔明嘅咧，咁啊聽翻我哋琴晚嘅節目，咁啊講得好清楚㗎啦。或者我琴晚喺度嘅講話，嗱咁樣我就想講下環保界今日咧有一單新聞，就細細則嘅環保界有5個其實都係政府，有啲係政府官員，有啲係即係點講啊？政府嗰啲咩？都屬於係公營機構嘅，咁啊辭職就以示其成，咁大家咧就覺得佢好偉大 ，OK， 起碼環保界咧有良心嘅人物，咁我可以同大家講，嗱我啤你咧就從來對警察咧，嗱我仍然再講多次啊，即係好多人係唔認同嘅，但我仍然要堅決咁講到大家認同為止。差人係我哋敵人，講完㗎啦，3萬差人，與其保護佢哋嘅家眷，都係我哋敵人，係唔存在向佢送花，唔存在向佢示好，唔存在去感化佢、感動佢嘅條件，直至警隊嘅代表或者個人道歉，起碼都要道歉啦，係嘛？因為你執法不公啊，你自己宣誓過服務市民嘅，就算嗰日嘅市民係真係古惑仔，真係出嚟搞亂香港都好，和平示威，我當佢真係出嚟搞亂香港，你都應該要去執法或者阻止人哋發生暴力事件，你視而不見，仲要俾人拍低晒放人走，你再唔係差人啦，呢個係人民嘅公敵，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咁態。嗱，今日話嗱，但係當然客觀上我知道喺政府入邊咧，亦都好多人咧同我哋一樣係知道制度不變咧，我哋係輸卵管，即係死撚緊嘅。咁於是乎今日有5個環保界嘅人，你唔好睇到咁偉大喎，我賺資源我要幾句喎，因為我每向人性嘅陰暗面諗嘅，可能佢份工真係做唔落去。都橫掂係啦，呢個時候更加啦，講真啦，喺出邊嘅就業市場咁好，要揾份工亦都唔係太難，專業人士。但係我淨係想問下，點解陸恭蕙由港英時代從政到而家，仍然係甘於喺呢個爛到透嘅政府入邊做唔敢升嗱，唔敢升有一個最大嘅問題，即係環保局局長啊，佢個樣係好撚肉酸。大家知唔知日本河童係點嘅樣嘅？唔敢升。只要佢搽到綠色，喺個水上面走出嚟，除咗副眼鏡，佢個樣係同河童一模一樣。所以人類係好撚奇怪，大家都有眼耳口鼻。但係有2個人咧，即係琴晚我講過啦，阿梁振英嘅老婆咧就同星球大戰嗰個渣渣兵一撚樣樣。
唔敢升就同日本嘅河童一撚樣，係咪好撚奇怪？黃錦星定唔敢升？黃錦星，黃錦星係 sorry， 黃錦星。但係陸恭蕙仍然亦都做唔到嘢，仍然堅持逗留喺政府，揾個10幾萬一個月嘅副局長喎。以陸恭蕙嘅條件係冇理由咁撚撚就啊！咁啊，大家只能夠話佢豬油蒙上心啦。我同大家講，我好似講過下，事實上陸恭蕙係暗戀梁振英。呢個係好嗱，屌你！嗱呢啲啊真係嗱，呢啲夠招事嘅，大家中意聽啊！而喺個政府入邊咧，係好撚多人都暗戀梁振英，咁撚撲街嘅，屌你老母！你點會我都唔明？咁只不過係因為咧，梁振英，大家你記唔記得梁振英身邊有咩人啊？有一個叫張志剛，有一個叫做邵善波。咁的而且確無可否認咧，梁振英咧係比佢哋靚仔少少嘅。但係亦都因此咧，佢自恃高大啊！佢以為自己山東佬，其實呢啲咁嘅撈鬆咧都係撲街㗎啦！屌，咪係講就講啊！咁但係無論如何啦，佢5個環保界嘅人士離職，亦都好似出咗聲明咧，係話不滿而家嘅政府咧。咁我哋咧都係要即係俾個 credit 佢哋嚇，俾佢哋攞你一晚呢個光環啦。咁其實做人民英雄就非常容易嘅，特別喺而家呢個專同人民作對。大家有冇諗過點解呢個極權政府係要專同人民作對？明明係有利去管治嘅事，佢係一定唔會做，而係繼續要同人民作對。嗱，因為其實今日老懶周記就唔應該講呢啲嘢，但係原來我身邊開始見咗啲人，咁我哋就試下講下啦。係因為呢個專權政府咧，佢哋知道自己冇合法嘅統治性，佢唔係人民授權嘅。於是乎咧，佢就只能夠用2種管治模式去管治你哋，一種就係懷柔啦，或者俾着數你哋。呢個咧就係最有殖民經驗、偉大英國人一直做緊嘅嘢，起碼佢哋喺香港一直做緊嘅嘢。另外一種咧就係用恐懼去管治你哋。咁點樣製造恐懼咧？就要喺不時適當嘅時候，甚至乎隨時去展現佢哋無上嘅權力，令到你哋去對佢恐懼、對佢驚，於是乎鵪鶉咁樣嚟管治。嗱，而呢一種管治咧，嗱喺13億人偉大嘅強國咧，其實都唔係好 work 㗎啦。不過佢強國咧個經濟仲係向前緊，係咁印銀紙，咁啊好似啲人仲忍住佢先。因為老老實實講啊，我講過好多次啦，我識咁多國內嘅朋友都好，我認為大部分國內嘅人咧，個政治上面嘅覺悟啊，我唔好講話柯氏嗰啲嚇，係比香港人高嘅。因為香港人簡單啲咧，第一就係因為港英時代令到佢哋係冇政治觸覺，同埋覺得需要理政治。第二，佢哋硬係覺得政治係污糟邋遢，總之唔識政治就係高尚。第三就係咧，最主要係想逃避了解，因為一了解嘅時候，佢就知道自己本身幾不堪，係將佢做咗40、50、60、70年嘅人生觀完全打破。原來佢一直只不過係喺依賴一個殖民社會，依賴一個經濟突飛嘅時代入邊，舐油水搭順風車，達到佢今時今日地位，佢本身連良知都冇。香港人好奇怪，我點樣去印證香港人嘅良知論呢？如果東張西望俾一條新移民，好撚慘，屌住間屋60尺，屌你個仔冇書讀，佢好撚慘，哇好撚熱心，屌你老母臭閪，即刻去捐錢，《東方日報》慈善基金嗰啲即刻做，又會另撚轉面，屌你送個電視機俾佢另撚轉面㗎喎，即刻做。但係如果你話俾佢聽，有個新移民係的而且確係一個香港人上去取。雖然我哋冇審批權啊，真正嘅老婆生埋仔落嚟都好，就係攞綜援，就係搞搞震，就係麻撚煩，就係冇禮貌，好撚奇怪喎！嗱，喺我哋被譽為本土派嘅我口中咧，講出呢番説話咧，就似乎太過奇怪啊！但其實如果大家知道我哋南巴系嘅人咧，都知道其實我哋真係好撚公道，真係最撚公道。我都唔知，首先我都唔知點解啲人要標籤我哋係本土派。喂，本土就梗㗎啦。當屌你根本就唔需要，你而家你問民建聯，佢話要支持本土嘅，不過但係事實上我又幫，或者民主黨就幫啲新移民嚟屌你老味搞撚搞震，係嘛？仲要司法覆核，仲話要講屌你老味轉換1年就可以有投票權。好啊，我最想啊，其實我好希望啊，嗱聲有投票權，屌你老母一落嚟香港即刻有投票權，屌可以做特首，我最想係咁。OK， 起碼令到而家班中產啦，即係覺得我哋呢一班出嚟搞震嘅人咧，知道。如果冇一個制度嘅話咧，佢哋即使而家過億身家10層樓都好，係可以一夜之間甩皮，因為冇法治嘅保障。呢樣嘢就係我哋追求真正嘅長治久安。
喂，我頭先講緊咩？點解會兜到嚟呢度醃雞？咁啊，除開噏啦。咁啊，既然係週記咧，我想講下呢個禮拜咧對社會發展觀察。首先我要駁翻一啲人咧，就影響民氣。嗱，我自己接觸嘅咧，其實大部分人咧都覺得唔係好受影響。OK， 受影響嘅咧，反而即係影響社會咧係警方或者政府嘅部署。如果我哋相信香港人係夠聰明嘅咧，呢個環境擺多10日8日咧，香港人會慢慢明白㗎。但係問題就係香港人佢哋係先有立場。然後至去思考嗰個發展嘅形勢啊嘛，即係無論如何就係你班咁樣閪，佢點樣都係套入你班咁樣閪嗰度去諗咧，咁樣去思考咧，咁就冇計嘅。OK， 咁我就淨係覺得咧，而家呢個局面咧，我前日就話梁振英會喺10月18號之前落台，咁啊睇翻今呢兩日嘅環境咧，似乎未必得，但係既然我講咗，我仍然要死撐嘅。我仍然係覺得梁振英呢個冚家產咧，喺10月18號之前係會落台，而佢落台嘅方式咧就未必係辭職，應該就係、如果立法會下個禮拜復到會復得切嘅話，有人提到案嘅話咧，咁就可能係建制派嘅議員係聯同泛民嘅議員，就數夠票47票咧，就對佢提不信任動議，咁佢自己知機落台。咁呢個係最正常嘅做法，亦都補翻建制嘅體面。咁但係梁振英呢個冚家產咧，佢係嗰種即係屌你好撚固執執拗人嚟嘅。咁會唔會行呢一步路咧？咁啊大家就真係拭目以待。咁至於佔中嘅形勢點樣發展，係撤係退咧？我就認為喺策略上咧，即係有好多人有咁嘅論點，就覺得喂咁樣落去係搞唔掂嘅喎。咁我認為大家咧就簡單啲，就睇學生做頭。嗱，大家如果有聽開我節目，聽我講嘢，其實我唔係完全100% 認同咧學民思潮或者學聯嘅種種政治行動嘅。咁但係我哋作為年紀大啲一群，咁我諗除咗我哋係支持學生之外咧，冇第二個選擇啊！唔通你講支持民主黨啊？支持公民黨啊，甚至乎支持日軍。咁大家睇下我哋個 track record 咧，咁我哋可以預得到下一步係點發展㗎？咁一定係消耗民氣、和平省去繼續爭取埋下種子。咁所以咧，我諗我哋咧就係學生嘅行動就馬首是瞻啦。咁盡量去支援佢哋。我個人認為咧，行動咧係要繼續升級、擴大佔領區，繼續騷擾民眾。嗱，好多人又係話唔明點解會打輿論戰啊嘛。不過喺繁忙時間，就開翻啲主要通道2個鐘頭翻工放工嘅時間，亦都藉住喺嗰個翻工時間開放主要通道嘅時候咧，做多啲街站、嗌咪又好點都好，同群眾用得翻嗰條主要通道嘅群眾，或者攞啲 sideboard 出嚟又好，講 sorry， 因為佢哋係一行過啦嗰啲車。咁如果你哋有人步行嘅，當然都要嗌咪啦，同我哋講 sorry。去展現你哋佔中嘅行動同埋決心。咁但係咧，係嗰一個或者2個鐘頭嘅繁忙時間咧，除此以外係要擴大佔領，加速佢嘅管治成本，更加要令佢樣衰。因為而家我哋令到佢覺得好樣衰，原來特區政府都麻木咗啦，佢都毫無反應。如果我哋撤嘅，咁你覺得佢會有更多反應咩？唔通咁撚奇怪？你哋咁幾廿萬人喺條街又星期五？佢都唔俾反應你哋，反而你過翻屋企瞓覺，然後佢話好啦，俾你公民提名，我諗都唔信啦，係咪？咁至於我哋係咪要爭取，真係爭取到堅決公民提名咧？咁我即係嗱打擊士嘅説話我唔講啦，但係我認為咧唔使圈啦，我講埋少少啦。最起碼，你都要令到最代表建制嘅警方要出嚟道歉沙粒。曾偉雄落台嗰啲不特止啦，直情要屌你低頭地啦。但係我恐怕大家再冇機會見到曾偉雄啦。正如我前日所講，琴日都講過，我相信曾偉雄已經不在人世㗎啦，死撚咗啦呢個撚樣。如果唔係，屌你個9月28去到而家，歷時12日，竟然完全無頭喺香港最 critical 治安管治嘅時候，完全無頭喎。呢個撚樣好有可能係死撚咗。咁我認為大家咧，不過我哋呢個我講嘅啫，我希望咧阿 Oscar 佢哋會聽到我哋，佢哋有時都會睇我啲片嘅，我知道。會聽到我嚟講啦，擴大至善唔使驚㗎，做你自己相信嘅嘢。運動上係不斷有人反對，就算自己同路人咧，都會有好多唔同意見。
但既然而家你哋能夠係某程度得到社會大眾嘅支持，而事實上亦都好直接，因為政改就係佢哋去申受嘅，無論好同唔好，我見估都唔會係80幾歲、70幾歲嗰班人去受啩。當你大家見到主教咁武器橫秋，當你大家見到肥佬黎咁聲嘶力竭，咁大家就知道咩事啦。老懶周記咧就講咁多，因為如果唔係好難答到嘅。咁稍後時間咧，即係我都會繼續講嘢嘅。咁啊講啲就好聽啲嘅嘢啦，因為拍俾網友睇咧。其實啲幾粒賓州嗰啲網友屌咧，有時候話支持你，但係我永遠見唔到佢哋嘅。咁頭先我落車嘅時候，反而咧喺雞竇下面咧有幾個馬夫同我打招呼，屌你啦咩！我心諗究竟佢係認得我啊，定係想即係招呼下生意咧？冇理由㗎！屌你啦咩閪！我咁撚英偉，似冇女人啦。咁最後原來佢哋真係認得我啦，叫得出我個名。咁啊，搞到我本來想去支持下本土工業嘅我咧，都有啲淆底嚇。咁啊，下個禮拜希望係喺翻 studio 啦，因為再咁搞法咧，即係我哋真係頂唔撚順，屌日出嚟瞓街啊！係，拜拜。